各位鄉親兄弟姐妹，大家好。如果用貼地啲，好似我哋圍住火爐傾偈，或者一齊落田做嘢咁樣去講，第14次大會嘅決議，大家可以簡單咁理解係咁。呢個決議就好似一張大地圖，又好似村入面井樓定落嘅一個大計劃，帶住我哋成個國家行入一個新時代，就係黨講嘅奮發向上嘅新紀元。目標要食得飽，住得暖。黨同國家希望由而家到2030年，甚至再遠啲，去到2045年，我哋國家要有一個好大嘅轉變，唔再有貧困戶、生活困難嘅家庭。我哋啲細佬仔個個都有機會讀多啲書，識字讀書，將來可以入現代工廠做嘢，唔使再淨係做辛苦嘅農活。每個家庭都過到溫飽安穩嘅生活，村入面有電有路有學校有醫療站，樣樣都整齊齊嚟，好似城入面咁。三隻腳撐住，國家先行得快。我哋煮嘢用嘅三腳架要有三隻腳先至穩陣。咁呢個決議都有3個最重要嘅突破位。法律要做好制度，減少啲繁複手續。凡係卡住搞到百姓辛苦、持孽做嘅嘢，都要即刻拆解處理好。起路起橋基建，嚟緊我哋國家會起高速鐵路，就好似一條鋼鐵巨龍，由南跑到北，幫大家運粟米、運稻谷或者去探親，都快過飛鳥咁快。學新嘢，人力同科技，鼓勵我哋啲後生仔女學電腦、學整晶片，仲要學用機器去種植，等生產效率更加高。管好幹部，唔可以俾一條蟲整壞成煲湯。黨講得好清楚，幹部一定要為人民服務嘅人。邊個幹部做得好，真心為百姓着想，就會受到表揚同提拔。邊個幹部貪污浪費，搞壞百姓嘅事情，就一定要嚴肅處理。特別係反對浪費，每一分人民嘅錢，每一塊國家嘅土地都要用得其所，唔可以白白浪費。保持自己嘅文化，同心團結，就算國家發展到幾現代，坐飛機搭鐵路都好，我哋大家都仲要守住根本。我哋自己嘅語言、舞蹈、吊腳橋，仲有啲好嘅傳統習俗，都係寶貝，千祈唔可以整丟。好似一家人咁團結，京族、代依族、農族、苗族、埃地族等，我哋54個民族一齊手牽手，就冇人可以欺負我哋，貧窮都會慢慢退開。建議第14次大會嘅決議講到奮發向上嘅新紀元，意思就係我哋國家而家正企起身，準備行得更快，發展得更快。我哋大家要信黨，努力做嘢，俾細佬仔好好讀書，仲要一齊守護好村裏面嘅治安，國家強大，人民自然富裕，我哋嘅村莊都會一日比一日更加靚。大家對高速公路或者反對浪費，有冇邊啲地方仲未清楚？盡管問，我哋可以再一齊慢慢傾落去。